好，今日係2026年2月16日星期一，除夕。我係主持人邱正，為大家報道今日新聞630嘅專題。踏入2026丙午火馬年，天干丙火熾熱，地支五馬奔騰。呢一年氣運如駿馬疾馳，勢不可擋。對特區管治班子而言，呢個係快刀斬亂麻嘅機遇之年，亦都係急火以攻心嘅考驗之時。我哋不妨以12生肖為引，逐一拆解各位司局長嘅流年走勢，睇佢哋如何喺呢個快熱衝嘅格局當中各顯神通。首先從屬雞嘅特首李家超講起，雞年出生講效率重秩序，火馬年節奏更快，本係推進政策嘅良機，但火氣旺盛，亦都容易生口舌誤解。同樣屬雞嘅仲有環境局局長謝展寰，環保項目最講究長遠規劃，最忌急就章，佢如何可以做到快而不亂呢？2026火馬年整體氣場快熱衝，對屬雞嘅特首李家超嚟講係有利推進嘅一年。只要方向清晰，容易做到拍板快、落實快。但火氣重同節奏急都容易出現講得快、誤會多或者跨部門協調摩擦。建議喺政策推進用分階段路線圖，溝通上要更清楚交代時間表與取捨。健康方面，留意心火、睡眠、血壓，越忙越要規律。屬雞嘅仲有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寰，火馬年利快推項目，但環境政策最怕急就章，而用數據同試點先行，減少反彈，對外口徑要一致，避免口舌是非。跟住到屬豬呢一組，有政務司長陳國基、副司長卓永興，加上民青局麥美娟、勞福局孫玉菡，個個都身居要職。豬嘅性格務實沉穩，但火馬年壓力嚟得急，民生政策如何穩中求進？屬豬嘅呢一組，政務司司長陳國基、副司長卓永興，再加上民青局麥美娟同勞福局孫玉菡。豬嘅特質係務實，仲穩定，耐力強。做民生同統籌工作其實幾啱，但火馬年最大挑戰係穩得嚟要快，議題轉得快，壓力嚟得急。屬豬一忙就容易疲勞出錯，或者因為想做穩而俾人覺得慢。屬豬喺呢一年容易面對工作量暴增、社會情緒波動同跨部門協調壓力，關鍵字係要以穩制動。健康方面，屬豬要留意腸胃、濕熱、體重同疲勞，飲食清淡，固定運動先頂得順。輪到屬羊嘅財政司長陳茂波，陽性審慎周全，火馬年卻要同時間賽跑，如何平衡周全同效率呢？同屬羊嘅文體旅局羅淑佩、創科局孫東亦面臨類似嘅考驗，佢哋要如何把握火年動能？羊嘅強項係審慎、顧全大局、講平衡。火馬年變化快，對屬羊而言係壓力位高，但有發揮。屬羊嘅官員有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以及文體旅局羅淑佩、創科工業局孫東。佢哋一方面要應付經濟與民生拉扯，另一方面火馬年節奏急，要求快。屬羊最怕就係諗得太周全而慢半拍。不過反過嚟講，火旺逆利方向，新項目只要節奏捉得準，唔拖延，屬羊反而有空間做出標誌性成果。屬猴嘅律政司司長林定國，腦筋轉得快，火馬年資訊爆炸正合其節奏。不過言多必失，如何快而精準？猴嘅優勢係腦轉快、反應快，擅長策局同溝通。火馬年資訊量爆棚，議題轉得急。屬猴反而容易捉到節奏，但亦都因為口才好、回應快，最驚就係講得多，被剪得碎。一句說話俾人斷章取義，就容易惹爭議。建議屬猴嘅律政司司長林定國今年面對爭議議題要快而準，快回應之餘，重點信息要更有框架，原則先行，亦要防講得多，被斷章取義。重大議題多用書面或條列式說明，減少誤讀。工作上可善用協調力，推動跨部門共識，但要避免分心過多。跟住到屬虎嘅財政司副司長黃偉綸、律政司副司長張國軍，虎性敢衝敢闖，火馬年更令佢哋如虎添翼。做大動作容易，但如何避免硬碰硬，過猶不及。
虎嘅性格係決斷、敢衝、行動力強，遇上火馬年更加火上加火，做大動作、推新安排會更有氣勢，但同時亦容易衝得太快、太硬，出現硬碰硬同反噬。屬虎今年要記住，衝之前加層風險檢查，尤其政策、法律、程序同公眾觀感，要先做壓力測試，協商上留餘地，唔好逼到對方冇路退。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屬牛，牛性穩紮穩打，做醫療改革最需要耐心。但火馬年外界期望急，佢要如何保持定力呢？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，牛嘅特質係穩、硬淨、耐性高，最擅長做長線改革同系統性工作。火馬年節奏快，外界期望急，屬牛最大考驗係唔好被催促，打亂步伐。保安局鄧炳強、運輸局陳美寶都屬蛇，蛇性謹慎善謀。面對火馬年嘅突發狀況，又應該如何以靜制動呢？屬蛇嘅有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同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。蛇嘅強項係謹慎、善部署、重策略。火馬年屬蛇嘅只要掌握資訊同節奏，反而容易穩住大局。但火旺之年，情緒同對立更尖銳，屬蛇要提防壓力上身，亦要小心因為太想控制細節而被拖慢節奏。商經局長丘應樺嘅生肖屬狗，屬狗嘅朋友忠誠可靠，但火馬年外部市場波動大，佢要如何俾市場可預期嘅信心呢？屬狗嘅朋友係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丘應樺。狗嘅性格重承諾、講信義、肯孭責，做商經工作其實好需要呢種穩定感。火馬年外圍變化快，貿易、投資、供應鏈同市場信心都會受消息牽動。屬狗今年最考驗就係既要主動出擊，又要守住規則同底線。建議係招商引資同對外談判要更積極，承諾要可交付，時間表要可落地，俾市場一個可預期環境。發展局長甯漢豪屬兔，屬兔嘅人一般都係細緻周到，搞土地工程最怕急怕亂。火馬年如何用清晰時序換取公眾嘅耐心呢？兔嘅特點係細緻、善協調、重程序，做土地房屋同大型工程，最需要就係呢種把關能力。火馬年節奏急，工程同政策推進好容易俾外界催快，但越急越易出錯，小心小心。龍性好推改革，火馬年氣勢更盛。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蓓茵、房屋局何永賢、財庫局許正宇都屬龍。龍嘅特質係氣勢強，好推改革，趕格局。火馬年同龍都屬主動型，容易做到推得喐，但越強勢越要小心，一急就容易硬推，引發反彈。政策越頻密調整，亦會俾人覺得朝令夕改。對於屬龍嘅官員，建議今年改革要先凝聚共識，再落地，每一步都要有可交代成果，並預先講明配套與過渡期。馬與火馬年可謂同氣相求，今年亦都係佢哋嘅本命年。屬馬嘅有政制局胡健民同教育局嘅蔡若蓮。屬馬嘅有政制及內地事務局胡健民同教育局局長蔡若蓮。馬與火馬年可謂同氣相求，行動力、推進力更強，適合推交流合作、改革議程同大型項目。但因為係本命年，亦最易衝得太急，出現反彈或者執行跟唔上。教育改革尤其要兼顧家長、學校同師生接受度，政制內地事務亦要避免信息落差。健康方面，屬馬容易亢奮後透支，要留意睡眠同心火。最後特別講下今年未喺主要官員名單，但同樣重要嘅屬鼠之人。屬性機敏靈活，善於喺變化當中尋找機會。火馬年對屬鼠者而言，正係發揮應變能力嘅時機。建議要沉住氣，觀察形勢，把握時機，精準出手。總結一下2026火馬年，快字當頭，同樣係快，有人要學識收火，有人要學識加速。屬雞可以借勢推進，但要管好火氣同溝通。屬豬以穩制動，最忌疲勞出錯。屬羊要平衡好，但唔好拖。屬虎衝得起，但要多一層風險檢查。其餘生肖運勢上亦各有強弱。
最後提提大家，生肖運程只係民俗娛樂，最重要嘅仍然係要做好本分，理性規劃，照顧身心。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，多謝收睇。金馬迎春，萬象更新。新聞630喺2026馬年新春，祝大家馬年行大運。記住要俾個 like、留言、分享、訂閱，我哋需要你嘅支持。多謝大家，拜拜。